我咋样？搞得这，我老多的工作那会中了家都做会中广告呀。哦，都在跳赛狗了，都这天晒狗天，都已经塌了呢。把要装的呢，了都好这个骨头都拍哎。哦，这骨头还高一多呢，这都装到别种头上去爆了啊。那多了个种都拍噻，我大哥在中国这个，我多哎，我真正多肉，我都拍那好哎，人能弄了嘞。哇，个还几零的呢？不打嘛还累嘛，但是又没做着嘛，等下就到爆了嘛，结果都拍了嘛，但是嘛，都是爆了嘞，要没得讲咯。哦，哥，这古真是中大喽。哇！都做了就爆了嘞！嘛，老在等样个别好了，那是别好了，我们跟正常到的了，是就是到的带跟闹的了，平弄的了，没啥到了，妈妈没好像是到呗，我是到啊，啥好？那我到是吧？要到站了去捞站了，没太啥到的了，没啥地了啊，喂，能不吐了吧？这能不吐是吧？啊，喂，老太不到啊！多看着我得心了多心啊！加油！哦，我比较我直接不了。有黑。哦，我不认识狗啊，包掉包，去哦，可是到包多的，我在到包上哪有龙背嘛？龙背，哎呦，小有哎呦了，几脚呢？我给你们摸那个的，小有这一点差，哦，好来走，还得这样了，快接着搞，去，我怎么不这样？搞这个也还搞呢，好嘛？哦，杜谁？哦，现在杜谁啊？现在都几脚呢？要吃杜谁？哦，大家都是过去哦。这个不能开。哦，不能来了，都包装的不要弄着的不要不用开的。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哎呀，他这都是狗狗边都在哪边了啦？哦哟，有点老好多排矮着啦。哦，这是狗不一样了。我给他动来，呀，他都要不地了呢。他这个不地了我做人弄个不会，就他动波我能可以看呢。呀，这我这还是好多。哎，那么谁在给他身上谁在后边不了这样弄了呢？别么太难，从土沙搞那到了第一了呢。弄了这，我上去弄了就不要搞多么。多，搞不干那种，弄到挺过瘾哟。搞这车保真的哎，了到不弄完第一了么子？弄完挺过瘾哟。有讲咯，他车不是钱，车不那公司的回来赚钱弄呢，弄到挺过瘾，要赚多。哦，不能来了，那个他儿在狗的，不也了在那种难啊，那个呢，我们弄，这红奶的，就哪里就我干了，你看么？哎，那人多，都包人玩第一，人都玩第五级，哪个我搞不上第一了呢？干的了，干多了嘞！把你个不对，哦，要是3块一股木，哎股是 L，哎，你去古站的是真正的去调路店哈。哦，要等我被都太难了，我也还呀。这不有什么？不有就不有难是啊。有。